各位听众朋友，大家平安，我是阿金。种树望十冬，教人一世人。今仔日的主角伫日本时代受过一流的教育，二战结束的时，伊放弃会使伫日本赚大钱的机会，选择返来建设台湾。伊想要开办台湾人的大学，培养战后的台湾人才。伊是安怎调集东创有志，斗阵返来台湾办学？办学过程中拄到的种种困难是安怎克服的？佫是虾米款的精神，互伊坚持到老，拢无放弃办这间台湾人自办的学校呢？你讲过，我来听。这集要讲的故事是教育家朱朝阳校长。大家好，我是李振兴，真欢喜大家来收听你讲故我来听。这礼拜咱要听教育家朱朝阳校长的故事。1903年，朱朝阳校长伫台北邦桥出世的。自细汉和老爸学汉学，8岁就入去邦桥工学校读册，满15岁就考入去总统府的国语学校。18岁时，得大兄的鼓励，老爸反对，由校长平野奖一安排去东京私立马埔中学读册。伊和当初詹任武瞒骗老爸，偷偷坐船去到东京，由前辈53年的安排，暂时住伫台湾东洋协会管理的高山寮。53年，佫带伊去马埔中学附近的民体租了2间房间。这间民体是退休军人中村中佐的厝。中村真注重日本的礼节，进退之间的礼仪。朱朝阳伫遮学到真侪日本人的生活习惯，这对于以后的待人处事有真大的帮助。马埔中学是明治维新的志士冈原素六创办的。冈原素六捌做过日本的文部大臣，是社会的重要人士。每礼拜有一节课是由校长来上课的，教学生做人做事的道理。真可惜的是，校长无偌久就过身去，全校的师生拢真毋甘。冈原素六甲学校传予教头清水先生，毋是传予四岁，也是亲情。这种传予贤良人士的方式，互朱朝阳有真深的启示，影响到伊办学的方向。马埔中学的师生素质真悬，第一学期朱朝阳拍拼后，就得到全班的第2名。听后到第3学期的时阵，伊摕到第1名，自然呢被任命为班长。伊伫马埔中学敢若读1年尔，就去考东京第一高等学校。踏入考场的时，看到东京一高的学生挂着布条写“本校无欢迎陪考的家长”。东京一高的特色是学生自治，鼓励学生独立自主，连未入门的考生嘛要互因先接受到独立的训练。经过一场的激烈竞争，朱朝阳考入去东京一高，伊是第一个台湾人考入去一高的。台湾的报纸把这个大消息刊登出来，老爸看了真欢喜，就开始每个月寄40块互伊读册。
4个小弟嘛碰到大兄的福气，拢会当去日本读册啊。是安怎？伊去日本敢若读1年的册，就会当考入去东京一高呢？主要原因是伫台湾读国语学校的时，课业轻松，互伊有真侪时间，通好读大兄买来的册。伫厝呢，家己自修，家己思考，家己找结论，渐渐培养出判断力。这种的自我训练方式，对要去参加东京一高自由发挥的考试是非常有利的。日本的高等学校是模仿德国的学制，是大学的先修班。高等学校规定第1年要带学寮来培养同窗之间的友谊。学寮的生活非常的自由，人理自理。暗时11点，学门关起来，8枪仔的时阵，学的警卫啊，嘛会甲你斗杀。虽然自由自在，不过嘛要尊重别人的自由。就是伫这种的自由的校风，学生颠倒培养出自动自发、奋发向前的风气，培养出杰出的人才。东京一高特别为中国人设立特别班，捌有先辈龚德伯、雷震、谢世英等人。同期的有一位罗李先生，伊的日文无介好，爱照朱朝阳的笔记来抄，请教袂晓问题，两人建立了友谊。伫日本读完高等校会使直接的升去任何的大学，安尼就无考试的压力啊。所以朱朝阳有真侪时间，通好去图书馆看册。伊看文学、艺术、历史、哲学、政治、经济册以后，立定志向，以后要去读经济。这段时间是朱朝阳一生上重要关键时刻。第2年，伊就搬去和53年詹任模斗阵住做伙。53年家境清苦，去日本读册是由林家花园的林香珍提供的。朱朝阳瞒骗老爸，偷偷走去日本读册。第1年的费用都是由好友詹任模提供的。因两个人都是朱朝阳的恩人。1925年，朱朝阳考入去厦门东京帝国大学的经济部。东京帝大是日本第1名的大学。日本60%多的政治家、经济学家，拢是厦门的毕业生。学校甲20外个学生分做一组，采用座谈的方式教课。学生口头报告了后，要甲报告提出刊登发表。朱朝阳的指导老师是室内元钟玉虹，伊是现代自由思想派的学者。伫遮和老师学到真侪经济知识，受益良多。大学2年，伊去参加行政科的高等文官考试，意外去互录取。这种的高等文官考试，连大学毕业的日本人都考袂到顶，何况是殖民地来的2年生呢？台湾的报纸搁再一摆的大的报道。大学3年，伊搁去参加司法科的高考，因为考过高等文官的考试啊，失败。敢若考国际司法、民事诉讼、刑事诉讼都会使。9月份的放榜，伊搁再被录取，得到辩护士的资格。同年的10月，
伊阁去参加众人所望的大将省就职考试，伫几落百人中间，干那要扣12个人尔，可见战局是偌尼啊惨烈。朱家阳再度上榜，连中3元，连战连胜。这款的成功，伫日本嘛是真少有的记录。伊不但受到日本人的尊重，嘛互台湾人加真有面子。1928年，伊进入去人人欣羡的大众省专卖局上班。到1944年的时，已经升到总局的主计科长，是高等2级官阶，是台湾人伫日本上悬的行政官。这当阵，运输自由派的室内原中雄教授去互军方赶出去东京地带，日本军阀开始掌控着整个的日本，悲剧就开始发生啊！听到这，观众朋友是毋是在怀疑，伊到底伫当时才会变做校长？无毋对，办学校原底都毋是伊人生的计划在内。若是无发生战争，伫日本事事顺利的伊，可能一世人拢袂变做校长。后一段，咱就赶紧来听，伊是安怎会创立出名的明星学校延平中学。1945年8月15日，日本宣布无条件投降。台湾人伫日本食做战胜国的国民，会当优先买真好买到的车票，会使去四国做生意，发战争的财。毋过朱朝阳决定要转去台湾建设台湾。迄时日本的军者欠发，爱停校半年才有准班。伊利用这个时间成立学习北京话新生台湾建设研究会，大约有200多人斗阵伫咧学北京话。研究会是由朱朝阳做会长，谢国成做副会长，总务科长就由宋庆英担任。会员大部分拢是东京地带的，成员中有人偏右的，有人偏左的，嘛，不过大家拢的共同点是要反殖民、反歧视。转来到台湾，朱朝阳发现日本人留落来的资源，拢去互国民党控制去，台湾人无参加出手的机会。加在伫教育的领域里，国民党较无趣味。台湾人会使对开办大学着手，培养台湾人的人才，开创未来。新生台湾建设研究会有真侪东京地带的教授，师资无问题。好朋友刘明小介伊去找瑞芳的李建兴，家人的颜钦贤，应奉伊的好团，因拢答应会出钱支持的。财务无问题，学校会使借用开南商港的教室，伫夜间教学，场地无问题。校长周朝阳邀请陆方的林献堂做董事长，林献堂甲大学合作延平学院，计划向延平大学的方向发展。延平学院自开学以来，因为师资好，有1000多个学生来这读册。学生大部分是日时伫咧上班的在职人员，因暗时来延平学院进修。延平学院以学术自由、草根性、本土化为开办的宗旨，受到国民党政府的注目。到开学无半年，军队就开入来学校。
伊发现延平学院内面藏有武器，阁有光华共和国的国旗为理由，命令延平学院关学停办。1947年，魏道明接任台湾省主席，任命东京一哥的东厂罗李先生为主任秘书。罗李向魏道明推荐朱朝阳出任合作金库的常务理事，薪水和总经理同款。合作金库是信用合作社、农会信用部、渔会信用部的母体，采用理事会制。谢东闵先生是理事长，因为伊拢伫师范学院做院长。理事会实际上是由朱朝阳全权负责的。1949年，伫合作金库上班的时，突然间有2个早清的人，甲朱朝阳押去车内。上车以后，才发现小弟朱华阳嘛伫车内。车甲因载去西门町的东本原市的乌路。原因是伫日本单船的时，因成立学北京话新生台湾建设研究会，内面有左勤的会员，因此被掠。100天伫乌路内无要审问，无要结案，每工拢是伫咧戆戆啊等。100天后被平民集召见。伫司令部内，好朋友刘明就伫遐相等啊。平民集训话教示了后，交代爱刊报纸，声明解散新生台湾建设研究会组织，转甲合作金库恢复了常务理事的职务。迄时，台湾人真好找到公家机构的头路。伊就公平的采用台湾人，伊嘛拒绝加入去中国国民党，去互任义式报去顶悬。加在新来的理事长李连春甲代志压落来。朱朝阳领导合作金库伫稳定中求进步，业绩已经超过三商银行啊，一直做到71岁退休为止。自从延平学院被迫关校以后，朱朝阳思思念念的想要恢复学校。伫罗李甲刘明的支持之下，以延平补校的名义升复学。到1959年，才甲补校日间部改为延平中学。虽然是中学的位阶，不过师资却是由世界来名师担任，老师无计较的奉献，培养出来的人才，成做战后建设台湾的人才库。副校长宋振英放弃台大法学系教授，协助校长朱朝阳，每天透早骑脚踏车来到学校，晚晚才回到厝。26年来如一日，台北市长黄启穗想要请伊做教育局长，嘛不为所动。伊讲教册是神圣的工课，教育是伟大的事业，只要看到学生伫咧学习，伊就真欢喜。延平中学本来是租台北市农会土地，伫53年做台北市长的时阵，捌拨补助款20万，配合着延平中学一组的20万，起了校本部的1、2楼10间教室。因为合作金库是台北市农会信用部的母体的特别关系，延平中学才会当用公告地价的俗价，甲土地买起来。自安尼，延平中学有厝啊，嘛有土地啊。经过几多年的打拼，创校的精神受到家长的肯定，
师资优良，校风好，升学率悬。要来延平中学读册，都爱用抽签的。朱校长以照顾平民为创学的基点，尽量的减轻学生的经济负担。学校的开销会省就省。校长和同事只伫一间大办公室上班，学生下课爱斗拼学校的环境。学校的老师一律是台湾人，下课的时阵，师生对谈拢是用台语的。学校设有导师制，导师每透早都爱来班里等学生，斗阵食中昼的营养午餐。一直到黄昏，学生下课为止，师生嘛培养出真深的感情。学校坚守校园中立，谢绝政党的侵入。国民党政府规定训导主任要经过教育局同意，主要是要有中国国民党籍的。朱校长刻意的拣出党性较温和的人就任，那军训教官都一定要由教育局指派。不过，教官有领延平中学的津贴，嘛了解朱校长的办学精神，几年以来拢相安无事。延平中学的设备先进，有视听教室、音乐教室、电子教室。嘛有生物、物理、化学的实验室，也有青年校刊。学生的素质不断的提悬，日夜干部拢总有5000个学生，已经是真有规模的私立中学啊。董事长林献堂关心教育，常常鼓励老师、学生爱认真学习。伊伫日本时代被认为是亲中国的非日本国民的日间新书。国民党政府战败来台，把伊当作是汉奸，列为污名单。伊予柯永汉的保证之下，伊要去日本医病为理由离开台湾，摒居伫东京。1959年客死他乡，董事长交代骨灰爱早返来台湾，落叶归根。朱朝阳家己合作金库上班，当作是职业；甲办延平中学当作是终身的事业。伊认为生命的意义不在做大官，是伫咧培养优秀大官的学校。伊粗衣简实，勤俭业绩，甲退休的新台币250万捐出来，予延平中学作为育婴奖学金，要栽培清闲的青年。延平中学嘛遵照日本麻布中学的精神，甲校长的职位传去予贤良的人士。多谢各位的收听，咱后礼拜拜二再过来坐。延平中学朱朝阳校长的故事由李占星老师讲稿，小儒馆写作台文，杜好洲、李以如小儒馆校对，洪伟霆写钢琴配乐嘛讲预告，林基珍读 Instagram 的字卡，吴玉金、陈湘阳、郭明华是这集的编辑，周建佑是执行长，我是制作人辛武平。好消息报互你知，即马伫 YouTube 嘛会使听阮的故事，请会记你甲字幕拍开，哪听哪看台文字幕，安尼一看一听以后，相信大家阅读台文的速度拢会进步。你讲过我来听，要来讲100个咱袂记哩的台湾人的故事。后礼拜咱要来讲台湾第一个
医学博士杜聪明的故事。多谢你的收听，咱后礼拜线顶再相会。